姐，我在打扫卫生，帮我把垃圾丢一下。这么多啊？姐，我薯片吃完了，你那瓶给我呗。我要自己嗯。地震了！哎呦，看我，姐，你行不行？你都行，我怎么不行？姐，我看你今天状态挺好的，我给你拍张照片怎么样？来，摆 pose。不错不错。还满意吗？姐，你之前买的洗衣机到了，帮你签收了。洗衣机哦，那你不会拆哦？我在打游戏了，你先拆吧，一会儿我帮你抬进去。哎，别那么暴力，一会儿洗衣机会被捅坏的。